拿开去，就从外头口上口。我看买几个橘子，你多来几个好，不要走来走去。我看到对头有两个买东西的顾客，这个开工要穿过铁道，要跳落去再爬上去。我带着个胖子，狗开肯定电话来去的。我讲狗开好啊，几副开，怎么觉得要去开？他车上的黑布小马，车上的黑布头马褂，3000布棉帽，慢腾腾的走过去，慢慢的蹬落去，不大你好看。但是去车过去然后要爬到每多钱额头高头去，是免费用是的。两只手抱单背包，再两只脚往上缩，这个张飞飞的经历往周边微微的弄，捏起来的样子。这个高科技几个背，捏的是个挂绿路，我连忙都是捏的是卡的，或者科技，要不美国科技。我再带起来科技辰光，这些橘子买得来的已经。我吃的辰光，这些的橘子倒了在我高头，再慢慢的下去，再的橘子再倒过来，再的橘子倒倒，让我能带不带？有橘子在这额头皮大的高头，心里想也轻松，干嘛说？OK 啊，到每种新地方，我可就是走开来，就走上2步，又回走来逗我。我走进去啊，里向没人，可就这个背。